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係我奇虎啊！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一單嘢，應該大家都聽咗好多次，就係7月5號，究竟係咪日本會大地震，而且勁到會影響咗我哋香港同埋我哋周邊國家嘅板塊呢？我相信 click 得入我呢條 link 嚟睇，都一定係有留意開龍樹亮嗰本《我所看見的未來》嘅預言。咁如果你哋冇留意過咧，應該對我今次嘅題目係冇興趣，唔會入嚟睇嘅。我所看見的未來裏邊咧就話2025年7月5號會有個大災難，咁好多人咧就話係會有日本大地震啦，跟住仲會影響到香港、菲律賓連成一線咁樣嘅。咁至於點樣連成一線呢？係咪真係我哋嘅地殼板塊連埋一齊呢？如果係就真係大鑊啦。咁龍樹亮因為呢一樣嘢，就出咗一本咧，叫做《天使之遺言》，就係愛嚟澄清嘅喎。咁究竟佢裏邊講啲乜呢？首先要講下龍樹亮呢一本新書《天使之遺言》，係2025年6月15日佢自費出版。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聽到太多人講佢前作《我所看見的未來》裏邊發生嘅嘢，關於2025年7月5日大災難嘅預言，佢好想解釋一下，好多係俾人誤導咗嘅。嗱，咁我開頭睇到呢一度嘅時候咧，就以為咧原來7月5號冇大災難，但係咪真係冇咧？咁大家繼續聽落去啦。咁其實而家呢本新書啦，叫做《天使之遺言》，佢咧就唔係單純一本預言書，佢係似一本自傳多啲，裏邊涵蓋咗龍樹亮童年生活、成為漫畫家嘅經歷啦，記錄佢夢境嘅來源，同埋佢對命運、靈魂同埋對睇唔見嘅力量嘅哲學思考嘅。佢希望透過呢本書傳達正面能量，同埋呼籲大家無需過度恐慌，應該冷靜行事，有足夠嘅防災意識先至係最重要嘅。嗱，大家可以睇下《天使之遺言》嘅封面咧，就好簡潔嘅喎。咁我就睇唔出係有乜嘢意思。咁但係咧，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喺裏面喎。咁關於個書名《天使之遺言》，就係遺言象徵住終極嘅宣告，天使即係代表引導、守護同埋希望。龍樹亮可能係希望強調人類喺面對未知之數嘅時候嘅同理心同埋互助精神，而唔係僅僅對災難嘅警示。本新書裏邊咧，亦都特別針對我所看見的未來中關於2025年7月5日大災難預言進行咗闢謠嘅。佢澄清網路流傳嘅2025年7月5號凌晨4點18分大地震其實係錯㗎。佢話4點18分只係佢嗰陣時發夢嘅時間，而唔係災難嘅時間點。至於佢夢境顯示嘅日期，佢認為係人們真正意識到災難嘅日子，或者係無法挽回嘅現實被確認嘅日子。佢強調咧，書上面真正嘅大災難係喺2025年7月。呢一句話咧係編輯行銷嘅判斷，唔係佢本意嚟嘅。咁即係話龍樹亮咧好強調咧，其實佢冇講過邊一日係災難發生，只係佢話佢認為係2025年7月5日可能係大家意識到有災難，或者係無法挽回現實嘅確認日子。咁講真，雖則佢冇講明係邊日，但係咁樣聽落去都幾得人驚喎。咁再講講書裏面咧係講咗啲乜啦。咁喺呢一本《天使之遺言》裏邊咧，亦都有咧5個 point 咧係值得大家留意下噶。咁其中佢提到同海嘯夢相關嘅信息咧都好驚人喎。咁包括第一咧就係佢喺海嘯夢裏邊咧就聽到冥王嘅名字。龍樹亮話佢喺海嘯夢中咧清楚咁聽到有人大嗌哈迪斯。咁呢個名咧其實係哈迪斯係希臘神話裏邊嘅冥界之神。呢度咧就被解讀為暗示災害可能來自地下、地震、火山爆發，或者暗示地獄之門開啟，屬於非單純嘅自然災害，而係一個明顯嘅警示。咦，咁樣聽落去好似有啲神化喎，真係。如果係咁嘅話咧，會唔會係即係我哋成日講嘅上帝過嚟審判我哋？會唔會係一個開始咧？咁真係冇人知啦。咁另外啦，龍樹亮喺第2點講到啦，佢見到咧海上面有3艘殘破嘅豪華客輪。咁佢話喺海嘯夢中咧，佢睇到有3艘破舊嘅豪華客輪，其中一艘係鮮紅色，船裡面咧
載滿咗世界各地嘅乘客，包括韓國、美國、印度、法國呢啲國家嘅人，而且咧就係駛向世界各地。佢話暗示災難影響咧就唔僅僅於喺日本，可能係全球性嘅危機。呢個大家咧聽到都會驚，咁就留意一下啦。另外，龍樹亮喺第3點又指出大災難令到陸地嘅地貌大變。佢喺本書度指出以前佢漫畫裏邊話巨大海嘯場景，其實佢從來都唔係講緊2011年311海嘯，而係佢係講緊2025年7月出現嘅大災難。佢話7月5號嘅大災難嘅規模遠超過311，連陸地嘅地貌都會改變啊！因為有巨大嘅海浪同埋土沙，令到我哋改變，甚至乎造成部分亞洲地區相連劇烈嘅地形變動。呢個好多人驚喎。咁佢喺我所看見的未來描述7月5日大災難會將日本、菲律賓、香港連成一線呢，同佢而家喺新書講呢樣嘢好似好吻合喎。哇！咁如果真係咁嘅時候，我諗我哋都真係唔知呢3個國家會死剩幾多人。我相信如果令到地殼變到咁，將我哋3個國家連成一線呢，我諗所餘無幾嘅人類都唔係，應該話我哋呢邊啲人都所餘無幾。咁第4點啦，龍樹亮就話災難發生嘅時候就係人性嘅大考驗，可能有機會連一杯水、一塊麵包都變得好珍貴。嗰一刻就會見盡所有嘅人心，無論你係無私抑或自私。佢提醒我哋要有心理準備同埋物資嘅準備，尤其是水同現金，令到自己得救。咁即係話如果大家都相信7月會係有大災難嘅，其實就應該留多啲水啦，同埋現金喺身邊嘅。最後佢亦都係再澄清兼 confirm 多一次，7月5號凌晨4點18分唔係災難發生嘅時間，但係佢強調2025年7月係人類真正意識到災難同埋係無法挽回嘅現實被確認之日。咁即係意味住即使嗰日唔發生，但係嗰個月份都係一個重要嘅轉折點。聽到呢度，各位聽眾會唔會都好擔心呢？老老實實，我過去呢咁多年，由咩2000年啊、2012啊，甚至乎啲荷里活拍過好多大片，都講點樣滅亡啊，成講咗好多次，但係 so far 好彩係一次都冇發生嘅。咁但係咪代表以後永遠都唔會發生呢？我相信唔係，終會有一日完結。我覺得所有嘅嘢都係生有時死有時，連地球都一樣。我相信終有一日係會滅亡，但係咪真係嚟緊2025年7月呢？大家拭目以待啦。不過我覺得信下又唔會死嘅，所以水我都會買啲喺屋企。咁睇下係咪真係發生咯？唔發生水冇乜所謂啊，都係照飲嘅啫，係咪？咁即管迎合一下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大家唔需要太擔心。我相信如果一啲咁大嘅災難嚟到，冇人避得到嘅。我唔記得曾經聽邊個人講過，佢話以前嘅嘢唔好諗，因為你追唔到，追悔唔到，應該係話將來嘅嘢都唔使諗咁多，因為你估計唔到。我哋而家努力活在當下就得噶啦。既然佢講到實牙實齒2025年7月有災難咯，咁我哋驚嘅咪做好啲儲備咯，唔驚嘅咪當笑話，當一個流言蜚語咁樣睇咯，其實都冇壞嘅。咁當然喺我心裏邊梗係唔想有任何災難啦，仲要啲咁大劑嘅災難，邊個人想發生呢？雖則話龍樹亮之前好似都幾準確，又預言到好多唔同嘅災難，但係我覺得每一次講到最嚴重嘅時候都唔會發生嘅。有啲人係會點樣兜呢？就唔好話兜啦，好似好衰咁。有啲人話點解嗰時話2000年啊、2012年啊，地球滅亡最終冇呢？原來話其實係滅亡咗，不過有天使有神幫我哋重啟咗，因為覺得我哋人類仲未需要滅亡住，仲值得留低。咁大家又信唔信呢樣嘢呢？咁歡迎大家留言，大家討論一下嘅。我本人對於所有嘅預言都有興趣聽，但係會唔會信就係另一件事啦。咁我都係嗰句啦，我好信生有時死有時，有啲嘢唔到我哋驚。有啲人飛機災難都可以成為唯一生還者嘅，
我哋又使乜驚咁多呢啲預言呢？係咪？整定嘅，一切都唔需要太擔心。我哋就拭目以待啦。我點解選擇今日上呢一集，都係因為啱啱踏入2025年7月，我就睇下係咪7月真係有災難，希望冇事發生。我哋嚟緊咁多個月都冇事，開開心心做人就最好啦。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留言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我做得好唔好都歡迎大家留言話我知啊。我知道我有好多地方需要改進，我會繼續努力㗎啦。下集見，多謝大家，拜拜。